哎，你好，我喺香港都睇到你，我今日翻嚟啊，尋晚。係啊嘛？買咩啊？我日日睇你。今日啱返嚟啊喺三水揾到你喎。有冇咁巧啊？梗係啦，我香港翻嚟咩問題啊？我啱啱同我買隻雞啦。香港人啊，三水人。哦，你三水人。你偷嘢。我幾時偷嘢啊？我都未偷你嘢。陰公電視台睇幾多啊？去香港做咩啊？你話做咩24小時嘅工？你唔好影到誒，有乜所謂啫？喂，正經台嚟噶嘛？啊！你個死陰公。係好嘛？死陰公電視台。結咗婚未啊，靚女？你話結咗婚未啊？個仔都有你咁高啦。係啊嘛？咁你今年幾歲啊？你話我幾多歲啊？40幾歐啦。 40幾歐，你個仔有我咁大？有你咁高，冇你咁大。唔係啊嘛？整翻個利是俾你，我唔使利是。意頭嚟噶。你要咩啊？快啲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家庭幸福，揸住。呢啲嘢嘅。嘿，你唔識我個二叔婆，你真係。因為那個香港的打電話給老公說，啊，你摸摸打。我呢個肚啊，翻去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刚才那个靓女她说，之前拍了2瓶那个香水，現在是廣告時間，來，記得可以留下來。这个香水，不管你是送禮還是自己用，都非常有 taste，高貴又沉穩，什麼季節都適合。今天這個價格給到各位白到爛了，39塊9連個合體都做不了。